听候上帝话。这是咱做伙来唱诗歌，天的万国众人就听。这是咱用新的界面来做咱信仰告别。咱做伙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下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来读启应文，启应文15篇，也就是诗篇51篇。我来记，各位来印。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盛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毋是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体就罪，出世伫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的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
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新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信。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赦免除我的死罪，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牺牲，生理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救恩的内面。虽望阮伫疫情的中间，总是阮有缘会使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聚会、来礼拜。这时你要甲阮同在，因为这是你的应允。这地面前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甲阮同在，你就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啊，求你怜悯这个世代的人，因为家己的歹所行，得到即摆的瘟疫。求主帮助阮基督徒，实在是即个世代诚做光灯，互阮知影来倚靠你，更加知影安怎将即个好的消息甲阮身边的人讲。就亲像旧约的时代，你爱以色列人仰望迄个铜蛇，伫咧十架顶的迄个铜蛇。主啊，阮若是要来仰望你的保护。求你的保护来掠看阮，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以外，你的保护也掠看阮，互阮诚做你的保护，互阮诚做安全这个世代。主，阮感谢你，今仔聚会对头甲落尾，求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你所要读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20节到11节，咱做伙来读。透早搁到伫殿里，百姓拢就近伊，伊就坐地来教示因。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带一个妇人人来，是伫行监禁的时，互人掠着的，已经互伊徛伫中央。因就对耶稣讲：“先生，这个妇人人是拄行监禁的时，互人掠着。摩西伫律法命令阮用石头钉死这号的妇人人。但你讲怎样？因讲安尼是要试耶稣，爱得着有香汤告伊。耶稣就腰用镜头写字伫涂骹。因犹原问伊无煞，耶稣就挺身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在先用石头钉伊，就搁腰用镜头写字涂。因听了，对老甲少年一个一个拢出去，只有耶稣家己伫地，妇人人犹原伫中。耶稣挺身起来，甲伊讲：妇人人因伫倒落，无人定你的罪吗？伊讲：主啊，无。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等以后无即个犯罪。
下面请牧师讲座，讲座题目是：什么人通先摕石头？今这大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来明白、来晓悟，互你的话真正将对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搁来一摆要伫你的话伫遮分享大声，血你的神充满伫阮每一位的中间。我要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这大家平安。当主耶稣面对各个他是一个苦难的一条道路，却犹原不断的安慰、鼓励伊的学生。伊对所听学生讲：“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你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你有苦难，倒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约翰福音书16章33节，这2个礼拜，相信真侪咱台湾人心内拢充满着惊吓、软弱，因为这个新冠的病毒确诊的人数，每一天拢有几百人伫遐咧增加，大家拢真担心、惊吓，家己也成做这个确诊号码中的一个。总是有一句话安尼甲咱讲。危机就是转机，知影惊是好，因为即摆疫情会变甲遮尔严重，就是真侪人拢无得惊。也做台湾的防疫已经做了真好，以及即个危害世界病毒，甲台湾好像拢无关系共一样。当人沉迷伫即个错误的认知，以及虚假的安全感内面，就一定会放松。伫放松中去忽略即个病毒的可怕，不知不觉就陷入伫即个危险的路网中间。所以咱在求上帝帮助咱，主耶稣爱咱警醒，搁再警醒。咱的安全感爱起坐伫国外的主的内面，甲伊相结连。你毋是伫即个虚假的世界，甲伊相结连。台湾即个疫情会严重拓开，甲即个网价、地势人甲人中间的结连有密袂通分割的关系。因此，伫人的心目中，就对网价即个名，以及住伫网价的人，甲伊搭上即个标签，认为因是破坏台湾即个防疫的防线，害咱袂当享受到即个自由快乐的生活。这个牧师想到约翰福音书第8章所记载，一群掠家己做义的经学师甲法利赛人，因带着一个行奸淫，互人掠着的妇人人来质疑主耶稣，来质问主耶稣，针对遐个毋知影家己也是罪人的经学师甲法利赛人，主耶稣伫遐问讲：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这是约翰福音书8章7节。你针对迄个犯罪份的人，唯一会当审判，就是咱的无罪的主耶稣。伊伫遐去甲伊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但以后无得国犯罪。约翰福音书8章11节。亲爱兄弟姊妹，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真清楚的指出。因为证人已经犯罪，上帝应该得无着，但为着伊的恩典，白白得着称作义，对着基督耶稣的赎回。咱伫台湾有一句俗语，也安尼甲咱讲：鼻空压路无好人。只有资格定人的罪咧，只会当先摕石头来定咧，无。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恩光，无人会当脱离这个罪的分别，除非孝敬回归，认识家己的错误，甘愿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真正的自由。
正遐个姊妹，上帝非常的疼惜伊所创造的人。上帝想造咱性命，原本是爱咱甲伊伫遐来分享上帝丰盛、美好佮通欢喜的性命。当人若行伫即个上帝的光明中，就会活出光明、欢喜、通欢喜，坦然无惊吓的水佮好的人生。因为上帝的心意是爱人会当真情会伫遐享受丰盛的性命。伊就亲像迄个真慷慨的主人，期待伊的人客拢会当真正的享受着伊所准备遮的青草。最近大陆有一个新闻，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去食到饱的餐厅，开炒100几箍吼，中国钱吼，台票大概512箍，伊一摆就摕几百粒的即个鲍鱼。伫遐一直食，一直食，头家真无欢喜，所以甲伊安那落起来，想要安那互伊见笑。遐个姊妹，总是上帝毋惊你食几百粒的鲍鱼，总是当你的心中若有迄个贪心，毋知节制，安尼迄就是罪。咱知影罪会互原本会水较好，变成做非常惊吓甲可怕。当罪进入咱的心内，罪就形成一道无形的墙，阻挡了咱甲上帝中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试想看觅啊，一个活伫罪恶中的人，就像伫炎舍中间不请自来的人，伊也是讲偷偷进入伫这炎舍的人，伊伫遐食的时阵，总是会惊吓，无心通享受到遮的青草。也无法度真正的享受。你是心存贪心的人，不知节制的大食大啉，结果咧，转去就腹肚无好，食愈多愈艰苦。这拢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也因为安尼时，有资格享受这丰盛美好性命的人，伊必定是心灵清气、诚实、无虚假。做人处事公义正直，行伫即个光明的中间。诗篇42篇3到5节，安尼甲咱讲：智水会当上耶和华的山，智水会当徛伫伊圣的所在。即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就抓无肯奸贵的人，叫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实际上，如果用这款的标准来形容，那呢，通讲无一个人有资格通享受到上帝所要享受咱丰盛美好的性命。请问，伫咱中间，智水敢讲，我心灵清洁诚实，绝对无半点的虚假。我做人处事公义公正，一生行伫上帝光明中的人，有智水敢安尼勇敢肯定的表白的，无是相信，绝对无。因为当罪照着人类始祖亚当进入伫人的世界了后，人就已经怀有这个罪性，就是咱毋捌杀人放火，也必定有骄傲自大、嫉妒怨恨、贪心、讲白贼等等，才会罪蕴藏伫咱的心目中。安尼生，阁会当怎样讲家己是一个心灵清洁、诚实、无虚假的？约翰一书8章所讲的，就是罪的问题。伫规本的圣经中间，无一章像约翰一书8章遮尼快清楚会讲到罪的问题。约翰一书8章20到6节，安尼甲咱讲：透早搁到伫殿里，百姓拢就近伊，伊就坐地来教示因。经下书甲法利赛人带一个妇人来，是伫行奸淫的时，互人掠着的。已经互伊徛伫中央，因就对耶稣讲：先生，这个妇人是倒行奸淫的时，互人掠着。摩西伫律法命令，阮用石头钉死这号的妇人。
当你讲怎样，因讲安尼是要刺耶稣，爱得着有芳通告伊。耶稣就按腰用枕头啊写字伫涂骹，短短的几节的经文的中间，包含3项非常严肃的代志，就是啥物？就是罪、律法、甲审判。啥物是罪咧？真侪人讲，我也无亲像迄个妇人人犯罪、犯奸淫，也是讲我无亲像某某人杀人放火。也无偷摕物件，也是抢劫，所以我也无罪。其实犯奸淫、杀人放火、偷摕抢劫，这拢是已经是行为上的罪，是已经危害着别人的权益，触犯了律法。所以圣经所讲的罪，毋只是行为，也有潜藏伫人的内心内面，也未做出的罪。用这段圣经再来讲，咱掠做迄个妇人人，伊是犯奸淫罪。而遐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就是正义之士，无罪的人嘛。其实并毋是安尼。对这段圣经再来记载，咱看到这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伊至少犯了骄傲、嫉妒，甲掠家己做义的罪。因做这件事，是为了要为难耶稣，陷害耶稣，因为因的心中骄傲，认为只有家己才有资格教导百姓。因接到耶稣的教导，比因的教导更较有权柄，接到群众伫遐来军队耶稣，欢喜听叹耶稣的教示。兄弟姊妹，罪的产生是先对心内的罪的念头开始的。上内先这个法利赛人是嫉妒耶稣，想要找空芳伫遐来陷害耶稣。最后咧，既然将无罪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所以咱知影心内恶念是促使了咱去犯罪的源头。迄个伫咱内面支配咱、催逼咱、爱咱满足家己的需要、情欲的。就是圣经内面所讲的罪，之罪，敢讲家己的内在无任何的罪咧。连使徒保罗遮尔严格督促家己的人，伊拢深深感受到良心甲情欲的冲突交战。所以伫这罗马人书第7章18节到20节，伊伫遐非常的坦白的甲咱讲，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内无好之地，因为论迄个意爱，我就有；行迄个好，我就无。因为我所意爱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歹，反转去行。独独我若行我所毋爱的，迄个伫行的，当毋是我，是踮伫我内面的罪恶。当经学士甲法利赛人掠着即个行奸淫的妇人人的时，因讲摩西伫律法命令阮用石头钉死即号的妇人人。当你讲怎样？约翰福音书8章第5节，律法的功用是啥物？律法的功用就是显明罪，显明出安尼做就是罪。咱用一个例来讲，台湾以前无一个叫做啥物？智慧财产权，即种的物件，所以咱若看到袂歹的文章，咱就甲 copy 起来，摕来当做家己的。啊是讲有一寡创意真好的物件，咱就甲摕来用。所以直到法律明文的规定，无经过原作者同意，你就甲摕来用，就触犯了即个人的智慧财产权，这是有罪的。爱罚款还是判刑？以前咱毋知影，随随便便使用人的作品，就是犯罪的。所以咱用真坦然，总是现在咱已经知影，随便使用别人的作品是触犯了别人的智慧财产权。咱即时就毋敢随便伫遐共用。如果你若随便用，你内面的良心就会产生不安。
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显明罪，甲咱讲，安尼做是毋对的，这就是罪。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显明罪。当人做了触犯律法上的罪，伊就必须接受审判，就若像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互人掠着同一样，伊必须伫证人的面前接受审判。因为安尼生，审判就是要伫证人的中间判断出是非善恶，除恶扬善，才会当显明出公义。所以，伫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内面，本来就应该处罚即个歹，发扬即个好，是讲做好事表扬伊，做歹事处罚伊。安尼人就毋敢随便伫遐来放纵私欲、情欲，为了满足家己的欲望，伫遐做出危害他人还是社会的代志。较好一个社会，若无审判是非的所在，比如讲法庭，随便个人实在伊去行去做，就好像伫一路口红灯青灯忽然间失灵，这对无论开车的来讲，还是行路的即个人来讲，拢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犹太人的律法明明规定，以色列的女子中毋通有妓女。申命记23章17节。因此，约翰福音书8章，即个行奸淫，互人掠到的妇人人，应该是一个妓女，伊才互人掠来审判。本来这犹太人会当按照律法，将现行的即个犯罪的人当场来处理，总是伊去将伊带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亲自来审判伊。这个经学师甲法利赛人，其实并毋是尊重耶稣，乃是要借着这件代志来得到告耶稣的空芳。如果耶稣若同情里面这个妇人人，因会当控告耶稣看轻律法，无尊重律法的规定，用鼓励人触犯律法的罪来告伊。总是，如果耶稣若同意因，就通按照摩西律法用石头钉死这个妇人人。伊阁会当讲耶稣是残忍的，鼓励人动用私刑，无尊重罗马政府的法律。兄弟姊妹，人民甲公义实在是两难的问题。耶稣若怜悯迄个妇人人，就是触犯律法，变成做无公义的人。耶稣若照公义来审判，就无怜悯。那安尼，伊就要怎样称作救主咧？撒旦利用这个经学师，甲法利赛人的手，用正义的名，其实就是要试探耶稣。如何伫人民甲公义的中间找出一个立足点？主耶稣伫遮知影人的软弱，伊愿意互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约翰福音书8章7节的记载讲，伊犹原问伊无煞，耶稣就天心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咱拢知影律法的下面，人人是平等的，这是王子犯法，也甲普通人同款有罪。若是大罪、小罪，拢是罪。奸淫是罪，嫉妒也是罪，欺骗是罪，讲白贼也是罪。伫上帝面前自罪，假讲家己无罪咧。耶稣的话，就是光，这个光刺透了这个人的良心，互因来看见家己内在的罪。这个原本掠家己做义的正义之士，打击罪恶的勇士，因为耶稣的话，伫遐tou刺着家己的良心。伫良心开始不安的时，因毋敢搁再提即个审判别人的罪的即件代志。所以圣经安尼讲，因听了，对老到少年，一个一个拢出去，只有耶稣家己伫底，妇人犹原徛伫中央。耶稣天升起来，甲伊讲：妇人啊，因伫倒落，无人定你的罪嘛？伊讲：主啊，无。
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打以后无得搁犯罪。”约翰福音书8章9节到11节的记载，真正有资格定人的罪的是上帝囝耶稣基督，因为伊是无罪的。总是耶稣基督也无定人的罪，伊愿意搁再互咱一摆反悔的机会，互咱会当孝敬回归，转来到上帝面前，为着要互咱机会，伊为着世间人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即个兄弟姊妹，对这段的圣经节中间，咱是毋是看出上帝恩典是何等的大？实际上，伫上帝面前，无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无。伫耶利米书17章9节，安尼甲咱讲：人的心比万米较诡刻，歹到极头，治罪会知意啊！毋管是稳藏伫内心的罪，也是外面做出来的罪，只要是罪，拢必须受审判。因为每一个人拢必须为着家己的罪，伫遐负伊的责任。所以上帝却爱咱，却伫咱即个不配的人的身上显出伊的疼，因为咱实在当袂起罪的刑罚。那呢，咱就要怎样呢？咱应该怎样呢？上帝的办法，就是让耶稣成做赎罪的羊羔，来担当咱的罪。伫以赛亚书53章4节到6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患，背咱的苦叹。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确实，为着要互人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为着要彻底治死咱的罪，上帝将世间人的罪，拢放伫伊的囝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也将所有的罪拢钉死了。咱知影死人是袂犯罪，借着基督的死，咱会当脱出罪的捆绑甲控制，也借着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将咱对罪的关系中间讨放出来，拯救出来。对安尼，咱无搁再是罪的奴仆，你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囝来得到讨放，通拥有真正的自由。当全世界拢被这疫情苦楚，遭着苦难的日子内面，原来每一位蒙恩的人拢知影，只有疼甲怜悯，会当带领咱行出这个苦毒、谴责甲批判。现在毋是要提起石头要定罪的时阵，现在是仰望十字架的时阵。伫十字架顶，上帝显明伊对咱完全的疼甲怜悯。残酷的十字架有疼的记号，就是无罪的耶稣甘愿为着你我的罪来替赎。亲爱兄弟姊妹，治罪会当先提起石头咧，搁治罪会当愿意亲像耶稣，互人机会甲恩典咧。求圣神光照咱的心，求上帝帮助咱，倚靠主耶稣的恩典，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军队主行伫这个光明的中间，互咱军队性命的光，享受了丰盛的性命。愿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恳求你的话，会当伫阮的生命中，伫遐来明白，伫遐来晓悟，伫遐来觉醒。阮看见今仔日现况的世代，更加阮要怎样，阮
即个人伫你的面前会当成做心灵清气诚实的人，领受你最大的恩典。做可你特别帮助阮，甲阮三脚伫地，阮会当甲你中间来建立即个真正好的关系，互你大关的手骨放伫阮台湾全世界即个需要的时阵，可能你会当成做阮最大的拯救甲帮助。甲即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带领阮头前的路站。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今日的正道中间听到一个新的名词，真流行的就是修正回归。在咱基督徒来讲，这个不是新的名词啊，这不是新的，因为就是认罪悔改。面对任何状况，咱个人会使做的就是认罪悔改，重新仰望十字架，啊，将这个好的消息甲咱边仔的人讲。这时，咱要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做伙来唱《上帝听痛有罪的人》。异种人已经犯罪，上帝阳光得到
担着伊的恩典，白白得到称作义，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搁一摆请，因为众人已经犯罪，上帝阳光得到无，因为着伊的恩典，白白得到称作义，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这礼拜咱有5月30台春节的生日吼，5月31号李秀雄校长的生日，6月1日许丽淑姐的生日，6月7日曾世贤和小秀珍姐的弟弟查某囝的生日哈。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祝他们生日快乐。下礼拜。2场的礼拜，第一场是林杰美牧师讲道吼，第2场的礼拜是雅会传道讲道，过来是报告的事项。咱特别为着林小姐吼，已经对家己的病院刷转来厝，目前伫个复健休养中目前的情形是脚较无力所以拢爱有人家照顾求助怜悯。过来是第2项，就是阮慧杰的公主幼中嘛已经对长庚医院转来厝后续的复健还有后续的治疗也求主保守。过来是咱大道的事项，请牧师。咱只是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听的中间，由阮保守阮到伫今仔日。咱今仔日阮看见世界的疫情，到伫今仔日台湾也疫情伫遐咧开始的时，主求你特别教阮三个地地，保守阮台湾即个岛屿甲世界，伫这疫情的顶面，拢得到看顾。主，我一摆将阮教会也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特别敲找阮的敬拜中心，主求你会当互阮找到阮适合每一个人，拢会当伫遐同心敬拜受造就，为着你的名来高举甲传福音的所在，主求你帮助伫阮。新邦希望教会开拓时间，求你也甲詹牧师正向即个三个地地，主阮的教会兄弟姊妹的需要。特别伫即段疫情的顶面，阮无法度伫遮三见面，来到你的面前，伫遐敬拜、学乐，伫遐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求你会当互阮伫厝内，同阮伫遮咧礼拜，也是阮家己咧灵修，甲你中间建立关系时，互阮更加当体验着上帝你伫阮的心上做工。会当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伫遮所徛在。高举你的名，也是对你的话所学习的，会当真做阮本身的帮助，阮厝内人的帮助，也是阮厝四周围每一人的帮助。主求你特别也教阮三个地地，可能特别教阮遮的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三个地地，连交者幼中伤，可能特别看顾伫因福建顶面，拢得到你的祝福，特别。伫国外，阮遮兄弟姊妹，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水内外自主管理，拢得到你的看顾甲平安。伫这疫情遮尔大的时，也恳求你会当互阮紧紧来得到你的拯救，伫阮的需要顶面，恳求你也特别补足阮的需要。咱即时啊，阮兄弟姊妹伫阮本身的需要，也是阮大道的对象，所对你求讨的。主求你伫祈祷的中间，伫你的旨意中，伫遐应允伫阮，帮助伫阮，坚固伫阮。阮过来一摆，将阮本身与阮兄弟姊妹的求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唱上扬的诗歌，至圣天父，阮感谢你。
至圣天父，愿感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个享受圣神的帮助，对一碟，甲咱正爱姊妹三个弟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今日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也帮助咱每一个人遵行上帝的话。